大家好，今日嚟到深圳國貿，嚟到一間喺全新高級公寓上面嘅按摩工作室，入邊仲係全新裝修，技師夠晒專業。大家可以坐翻地鐵1號線嚟翻國貿站，喺翻 E 出口出站，喺 E 出口上翻嚟路面，行翻去後邊嘅方向，行翻前馬路邊，轉翻左手邊去翻東門嘅方向行過去，過咗馬路再沿路一路向前行。離遠已經會見到小欣匯金廣場，行到嚟新安大廈轉返入去左手邊，行返前，中途會經過一堆餐廳，行前一個路口，轉返入去右手邊，行返入去小路，行前幾步就可以嚟到小欣匯金廣場。見到大廈行返左手邊，就可以去返小欣匯金廣場嘅大廈正門。小欣匯金廣場都係一個全新樓，見到入邊有個大堂好似酒店式嘅設計。行返入去見到個 A 座，行返去右手邊，見到 A 座公寓嘅升降機大堂，向返前行返入去，會寫住公寓嘅樓層。入返去升降機大堂，搭返 lift 上去7樓，喺7樓出 lift，出返嚟轉返右手邊，沿住走廊向前行。行到最尾，行到嚟705單位就可以嚟返晚愛主題 SPA。入到嚟工作室，同大家周圍參觀一下呢度嘅環境。入到嚟見到樓底夠晒高，入邊嘅空間佔地2層高，見到全部都係全新裝修，入邊夠晒有空間感，同埋仲有落地大玻璃窗。地下呢層呢都有個房間，見到入邊嘅房間呢個空間夠晒大，而且房間夠晒乾淨企理。行返過嚟側邊仲有個沖涼房，見到沖涼房個空間都係夠晒大。客廳嘅樓底夠晒高，而且仲有兩邊樓梯，上面有2間房。喺個窗望返出去會見到深圳嘅市景，仲見到火車捐山東啊！同大家上去房間參觀一下，工作室上邊有3間房。上到嚟呢間房，見到咧張床夠晒大張，同埋個空間都係夠晒大。入邊仲有個套廁，沖涼嘅空間同樣都係夠晒大。大家沖涼咧可以喺返房間沖涼就得啦，唔需要落返下層啦。相對比較方便。喺上層另外一邊仲有另外1間房，呢度咧每個房間都自成一角啊。呢一間房同樣個空間夠晒大。呢間按摩店全店都係免簽小費。今日我做呢個項目係60分鐘嘅精油 SPA， 價錢係198蚊。鍾意長時間啲，大家可以揀返90分鐘嘅精油 SPA， 價錢係268蚊。按摩店仲有其他項目，大家可以自行了解返。呢度做按摩嘅按摩房，個房夠大啊，入到嚟令到人好放鬆。同埋呢度嘅床同埋床單用具全部都係全新，感覺夠晒乾淨衛生。入到嚟技師都好細心，問我邊啲位置比較攰，同埋會問返啲力度啱唔啱。一開始技師先幫我放鬆咗之後，就開始做精油推背按摩。技師推到去啲穴位都好精準，同埋按落去啲位置都好到位。技師唔會用啲死力，按落去唔同嘅經絡同埋跟腱位，都感覺到個滲透力。除咗肩膊同埋膊頭嘅位置，我哋條腰成日用力用得多，技師都幫我去放鬆返腰部嘅位置。都感覺到技師按摩都好專業，同埋呢個牆個位置好方便啊！喺正國貿站旁邊，去東門又或者去金光華廣場去行街食飯都非常近啊！可以俾大家多一個選擇。做完上半身嘅按摩，跟住技師幫我做下個腿部按摩。平時我哋成日周圍去行得多，啲小腿大腿都比較攰，特別係長期返工要企嘅朋友做下腿部按摩都可以幫大家去放鬆返，感覺都非常 relax。
大家邊啲位置比較攰，又或者咧想按耐啲個位置啊，都可以同技師自行溝通返，技師都會盡量去配合。之後會反轉身按返前面嘅位置，技師幫我做下手部按摩。我哋成日對手機對電腦用手用得多，好經常咧有手臂嘅感覺，定時做下手部按摩都可以幫大家去舒緩返，感覺都非常放鬆。今日同大家睇到呢度先，鍾意朋友俾返個 like 我訂閱返我頻道啊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